各位聽眾大家好嗎？我哋又見面啦。今日研究嘅係《論語點滴》嘅鄉黨篇第1、2章，經文係咁嘅：孔子於鄉黨，諄諄如也，此不能言者。其在宗廟，朝廷，便弁言，為謹矣。朝與下大夫言，侃侃如也；與上大夫言，諳諳如也。君在足迹如也。以下就係經文嘅淺解啦。呢章書係孔夫子嘅弟子，記述孔夫子生平應時切物、談吐舉止嘅風範。夫子處處都能夠依住中庸去作為弟子嘅身教。孔夫子係天縱之聖，佢嘅一生無論處喺何時何地，都係依住人道而行，盡到子臣有弟嘅本分嘅。喺一言一動、聲音笑貌之中，就流露出聖天中真摯嘅感情。例如，當夫子喺家鄉嘅時候，就盡到孝悌之道，對叔伯長輩執禮甚恭嘅。長輩在座嘅時候，就旁邊侍立或者係侍坐；尊長教導嘅時候，就唯唯聽命，好似唔識講說話一樣。若果喺宗廟嘅時候呢，一切嘅禮啊，每事都不恥下問嘅，然後以至誠嘅禮嚟到去敬事鬼神。若果喺朝廷辦事嘅時候呢，無論政事啊、外交啊、說話之中，都表現出流暢而有條理嘅，處處都謹謹慎慎。喺朝廷之上，同下大夫交談嘅時候，就表現得一團和氣，十分之融洽。若果係同上大夫交談嘅時候呢，就表現得恭恭敬敬、端端莊莊，言辭之中就中正得體嘅。若果喺國君臨朝嘅時候呢，咁就戰戰兢兢、恭恭敬敬，一切進退嘅威儀禮節都做得好適中，表現出謹守臣綱嘅態度嘅。夫子無論處喺鄉黨、宗廟、朝廷，都依住佢嘅本分嘅責任，做到忠臣、孝悌、敬事鬼神、尊上和下嘅人道嘅，樣樣都恰如其分，做到好處。夫子真係事中之聖啊！咁以上就係經文嘅淺解啦。的確，夫子真係事中之聖啊！不過有啲人就會咁話：切，咁簡單咁平凡嘅事，人人都識做啦。不過你哋信佢嘅人就捧到咁高啫。照我話，孔夫子同我哋普通人咪一樣啊。冇錯，孔夫子所做嘅都係好平凡，但係夫子曾經講過，佢話中庸其志矣乎，民鮮能久矣啊。本來父慈子孝，君仁臣忠，夫婦和睦，兄弟友愛，朋友之間互信互助，呢種嘅倫常道理，人人都知道，而且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嘅。但係可惜嘅就係，具體做得到嘅人真係就少之又少噶啦。例如話夫婦和睦得，但係未必做到父慈子孝噃。父慈子孝都做得到，但係又未必能夠做到呢君仁臣忠啊。就以夫子在家鄉盡子侄嘅禮，尊敬長輩嚟講啊，要知道佢本來係做官嘅噃，但係佢都冇因為做咗官而崖岸自高啊。夫子本來係好懂禮噶啦，但係佢入太廟嘅時候，每事問呢種嘅謙虛態度啊，又唔係普通人做得到噶。而且佢念念不忘慎終追遠嘅誠敬，呢啲都唔係普通人能夠做得到嘅。佢喺朝廷嘅應對進退，能夠做到尊上和下、忠君盡禮嘅態度，平心而論啦，真係有幾多個做得到啊？相信大家都會覺得，有啲人喺事業上稍有成就啫，就會自滿自驕啦。
返到屋企好似做咗小皇帝一樣，連父母都要睇佢面色啊。講到話上司同埋下屬嘅方面，其實又有幾多個融合呢？記得我有一次搭14座小巴嘅時候，聽到前邊有兩位阿伯好勞氣咁大聲就話啦：切，做乜咁巴閉噃？浸咗幾年鹹水就以為好威，其實我出嚟做事嘅時候佢都唔知去邊啊，仲嚟指我貼皮油錢呢。咁另一個就話啦噃：知唔係佢好命，俾佢斜住我，其實我食鹽多過佢食飯啊！睇佢威得幾耐啊，叫我做嘢喎，我只係聾耳陳隻耳睬佢都傻咁。講到呢度咧，佢哋就落車啦。嗱，喺兩位阿伯嘅說話當中，就足以證明待人接物真係一門好高深嘅學問嚟噶。如果平日嘅行為驕傲自大，唔能夠做到推己及人同埋以身作則嘅話，慢講話管別人啦，連自己嘅仔女都未必聽教啊。講到話敬天地鬼神，原本係慎終追遠不忘本嘅孝道，但係又有幾多個人了解呢個道理呢？講到呢一度呢，我又要講一段笑話俾大家聽啦。話說有一個九江婆，佢好信觀音嘅。有一日觀音誕，一早未天光就劏定雞煲好豬肉就趕去呢燒頭炷香咯噃。咁去到觀音廟嘅時候，好彩可以燒到頭炷香，於是擺開晒啲物品之後，獻完香就叩頭稟神啦。佢話：焚香一拜請，焚香二拜請，焚香三拜請，請到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。嗌就叫做阿嬌，欣欣叫嗌做九江婆。今日嗌係用三生嘅果禮來拜祭你噃菩薩。嗱，一戒咕窿，二戒咕窿就係蓮藕噃菩薩，一戒砧板，二戒砧板係格窩菩薩，飛吞吞嗰隻豬肉，黃脫脫嗰隻雞菩薩，請菩薩你慢慢食啦。三家嫂呢係嗌新抱，嗌呢係有三家嫂嘅恩人，秋係嗌嘅孫，保佑嗌長生福壽，保佑嗌三家嫂多生多享，保佑嗌秋賺多多。如果菩薩你保佑嗌呢就黏尾你彎身好咯。咁於是呢，拜完之後就將隻雞豬肉蓮藕割就放翻喺手抽樹，就翻屋企啦。行到半路突然間醒起，咦，弊，方才唔記得稟俾菩薩聽，保佑我秋賺多多乜嘢得噶？哎呀，真係論盡啦，唔得，立即就將呢嗰隻手抽放低，走翻轉頭行快2步，就對住菩薩大聲話啦：菩薩菩薩，保佑嗌秋賺多多銀子吧，菩薩。安樂晒。咦，我隻雞呢？方才放低喺街嗰度噃，唔得，立即翻去揾啦。點知已經俾人偷咗隻雞咯，咁就叫做九江婆拜神唔見雞啦。由以上嘅引證就知道，能夠處處做到合理，就真係唔容易啊。夫子之所以稱為聖人，又有邊個話唔承認嘅呢？我哋都應該要虛心學習一下嘅。我哋人類生存喺世間，要生活得有意義，就要靠學識同經驗。學識就係我哋立身嘅基礎，經驗呢就謀生嘅技能嚟啦。兩者係缺一不可嘅。學識係從古今經典之中吸收到聖賢累積嚟嘅家言以行，同埋社會各種環境方面得嚟嘅。而講到經驗呢，喺日常嘅生活同埋工作人事方面睇嚟得嚟嘅。如果我哋能夠隨時隨地當心一下，虛心啲學習一下，真係可以講得係取之無盡，用之不竭，能夠將過去聖人嘅經典再配合到現代嘅環境，加以變化一下呢，運用喺日常嘅生活之中，就真係受用無窮啦。各位聽眾，大家好，今日繼續研究《論語》嘅先進篇嘅第1章。經文係咁嘅：子曰：
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；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。咁以下呢，就係經文嘅解釋啦。孔夫子感慨到禮樂嘅今非昔比，而自己嘅救世志願又未能夠如願，於是就嘆息話啦：禮樂係教世嘅大端，係從一代一代聖人經過不斷咁樣改善而達到今日嘅。先進入禮樂嘅作為教化人民嘅大綱嘅時候呢，係由野人時代演變而嚟嘅。因為太古嘅時候嘅人係寓居野處，所以呢個時候嘅人冇一定嘅居址，亦都冇任何嘅制度，故此就叫做野人。當時雖然係冇聲色文化同埋種種嘅規範，但係人人都品性純良、坦誠樸實、安居樂處，冇戰爭、冇禍亂嘅，而且人人都健康長壽。咁呢個時候就係叫野人嘅時代啦。後來伏羲氏出世，仰觀天文，俯察地理，則河圖而畫出先天八卦。立化成像之後呢，就漸漸發明各種嘅事物，製成簡陋嘅器皿，成為初型嘅禮制以及音樂啦。咁呢個時候就係先進嘅禮樂，由野人時代進入而嚟嘅。及至到經過咗神農皇帝、軒轅皇帝，以至到堯舜、禹湯、文武各位嘅聖君，一代一代改善之後呢，而各種嘅器皿、衣冠啊、文物啦、禮樂啊等等，已經集大成，樣樣都大備啦。尚為教化人民，既重內在嘅修養，又重外表嘅禮儀，於是就成為文質彬彬嘅君子時代。因為呢種嘅禮樂係由先進演變而嚟嘅，故此就稱為後進嘅君子。喺時移世易，現今嘅禮樂已經改變啦，文字已經演變為求取功名嘅工具，而禮就係只重於虛文，而樂呢只求聲色音樂嘅悅耳，並冇教化嘅內涵。禮樂至到現在已經係名存實亡。假如有一日在上位嘅人要起用我輔助國家嘅時候，我就寧願依隨住先進野人嘅禮樂，以重質作為教化嘅正當。因為既然文質彬彬君子時代已經係唔能夠實踐啦，所以我就寧用先進啦。我哋從呢一章書嘅裏邊就知道，夫子真係先機而知嘅聖人啊！佢預知禮樂嘅變質，將來就會有無窮嘅禍患嘅。孔夫子佢曾經講過，佢話始作俑者，其無後乎？原來當時有人用假人假馬嚟到呢係陪葬嘅，孔夫子就預知到後來就會演變成用真人陪葬嘅事。又見到當時嘅諸侯大夫越禮犯上、徵歌俗色嘅事，佢亦都預料到日後嘅情形必定會國亡家破嘅，所以有此感嘆就話啦：既然聖朝自世文質彬彬嘅時候已經好難實現咯，咁就寧願取先進嘅野人。呢啲原來都係夫子痛心疾首嘅說話嚟嘅。所以話詩俗一斷啊，就論無完膚，道德已失，災害並至。的確，若果重文不重質，災害就真係其禍都未央嘅。我哋打開歷史一睇啊，由春秋至到戰國以來，秦漢嘅時代有所謂縱橫家啦，例如話蘇秦啊、張儀等等，佢哋憑三寸不爛之舌，要你打就打，要你和就和，搞到國無寧日。仲有以才華超度嘅更多啦，例如話曹子建啊、楊修啊等等。剛及六朝金粉嘅時代，就將文學作為妓女嘅詩歌添。一啲文士都係着重於浮華不實、
風景流連嘅文章，未嘗講到聖道修身嘅道理嘅，更加未明禮樂嘅真正嘅含義喺邊度。咁其實禮唔係淨係話送下禮啦，點下頭鞠下躬咁簡單嘅，而係話在乎誠敬，節制人嘅性情嘅。因為人嘅性情好容易流於散蕩或者貪鄙嘅，故此用禮嚟到節制，否則就泛濫啦。但係節制呢係硬性嘅作用，因為過剛則節，所以呢又用音樂陶冶下性情。而音樂又唔係鐘鼓之聲，因為樂嘅本意係陶冶性情啫。所以話人嘅性情因為太枯燥啦，就枯燥得滯就會走向偏激，因此呢唯有用音樂嚟陶冶。但係音樂呢就必須要靜嘅，否則亦都係流為放蕩嘅。因此禮樂係有潛移默化嘅作用嘅，就好比如我哋教兒女一樣啫嘛。嚴父係要有一個慈母相輔為用，兒女犯錯，父親責備就係禮啦。兒子難受嘅時候呢，母親嚟一番安慰就係叫做樂。小孩子剛柔相濟之下教養出嚟，就能夠成才嘅。故此禮樂適中，人就能夠生活得幸福愉快。可惜禮樂嘅真正意義就好少人能夠領略啦，反而利用禮樂或者文章作為鬥智取巧嘅工具。你話係咪可惜啲呢？講到呢一度呢，我就想起從前呢，廣州呢曾經有過一件咁嘅事喎，講俾大家聽。話說廣州某處地方，相對嘅係有兩間鋪，而一間呢係酒家，一間呢係綢緞鋪噃。當時酒家嘅生意非常之好啊，而對面綢緞鋪呢就門前冷落居馬氣啦。於是老闆就想出一個方法嚟，於是就寫一首詩貼咗喺門前。咁首詩係咁講嘅：佢有錢莫買燒歌吞，要買綾羅打扮身。近日世間人眼淺，先敬羅衣後敬人咁咯。咁呢首詩一貼出嚟之後呢，好多人過嚟睇啦。係噃，真係啊，口食口過啫，將啲錢買件衫着下，有排着啦，又光鮮啊。於是呢間綢緞鋪馬上客似雲來，而相反嘅對面嘅酒家當堂生意淡晒。酒家嘅老闆知道之後 call 鬧嘢啦，豈有此理！我同你都唔同行，你搶我嘅生意。於是就以牙還牙啦，佢又寫一首詩貼出門口啦。咁呢首詩點講嘅呢？佢就話啦：有錢要買燒歌吞，莫買綾羅打扮身。閻王要你三更死，不要羅衣定要人咁咯。咁於是呢，嗰啲過路人又睇啦，一睇到就又話啦：係噃，今朝有酒今朝醉啊，食咗次算咁。於是又去酒家飲酒啦。咁以後點樣鬥法呢？唔講大家都知啦吓。仲有一件事呢，又好好笑嘅。話說從前死咗人嘅時候呢，有哭靈呢一種嘅禮嘅噃。咁家中如果有尊長去世，就擺設靈位，每日都要拜茶拜飯啊咁嘅，有一面喊咗一面唱嘅噃，不唱出心頭嘅悲痛嘅。話說有一家人平日嬸母不和，明爭暗鬥。咁有一日佢老爺死咗啦，於是就藉着哭靈呢大展歌喉啦，互相嚟對罵。乜大母呢上茶啦，阿嬸呢就上飯，咁然後一齊開喉去哭靈咯噃。大母就先唱啦，你點唱呢？佢話：耶啊耶啊，唉，人哋做人冇你做得咁折墮噶，耶啊耶啊，唉，既然唔識做咯，不如死咗佢仲好過做人啊你，唉。不過阿嬸呢已經係心裏有咗準備，留心聽啦。聽完之後無名火氣3000丈，於是不甘示弱又唱啦。佢話：
耶啊耶啊，唉，陰毒嘅人就冇好死噶，耶啊耶啊，唉，你因住天雷響，隆一聲嘅時候咯，我就去還神啦咧，唉，各位。你大家聽完呢件故事，覺得係咪好可恨又好笑呢？其實我都忍唔住笑吓。老爺死咗，一啲悲傷都冇，仲利用哭靈嘅禮唱歌嚟到嗌交，互相咒罵，真係死人都俾佢激翻生。以上雖然係幾十年前嘅事啦，但印身喺現在，其實喺殯儀館裏邊都好多人嗌交噶。不過呢啲係其中少數嘅啫。現在社會其實都好多文質彬彬嘅君子嘅。我哋都睇到喺音樂方面有好多嘅歌，都係教人歌頌母愛啊、父母恩啊等等。咁啊，仲有咧，現在好多嘅社區咧都提倡孝道嘅噃，都係數不勝數嘅。呢啲呢都係有心嘅人，希望將文質彬彬嘅君子時代咧帶入呢個社會，能夠重現喺今日嘅話，相信呢個世界就會和平，社會就會康樂噶啦。相信各位都認同啦，係咪呢？